香港當局星期二出動咗數千名嘅警員協助執達主任係執行法院禁制令，清理被佔嘅旺角亞皆老街路段。響警方同抗議者之間爆發嘅衝突當中，至少有10個人被逮捕，其中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星期二嘅上午嘅清理行動進展係順利，似乎係遇唔到咩嘅阻礙。但係響下午，警員同一啲嘅抗議者之間發生咗衝突，至少有10名拒絕離開嘅示威者被逮捕。現場畫面顯示氣氛十分緊張，一啲人被警員係強行按倒喺地上邊，拖上警車。被帶走嘅人當中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呢個係2個星期以嚟香港當局第2次係依照法院嘅命令對抗議地點採取清場嘅行動。一啲嘅佔領人士企喺臨時用卡板搭起嘅台上邊係打出咗我要真普選嘅大幅標語，並且係高舉黃色雨傘，高呼口號。一名78歲嘅抗議者係高舉一個寫住係不作犧牲何來民主嘅牌。佢表示佢唔怕被逮捕，拉去坐監，咁啊代價係咪大過喺街邊遊行下示威下嘅呢？代價大啲啊嘛，我情願付出更大嘅代價。香港嘅媒體報道話，有關官員計劃星期3對旺角彌敦道進行清場行動，呢個地段係一個更大嘅抗議地點。近幾個星期以嚟，抗議活動嘅規模係縮小，召集人努力尋找新途徑，為佔中運動重新注入活力。